海參。許先生啊，許先生，許先生，咁即係你都真係幾後生喎！你今年幾多歲啊43，哦，43啊！許生你好幽默啊！係咪啊？係啊！我好多錢添喎，諗住買10幾棟。哦，你咁有實力啊！咁你而家住緊嘅物業係公屋、居屋定係私人樓啊？私人樓梗係，哇！我都舉想去翻大陸發展嘅。哦，咁好啊！不如參加我哋嘅團啦！我哋喺羅湖口岸日落巴士接送，係幾多位過嚟？嚇係睇咩㗎？係旅行團啊！旅行團。我哋係睇樓團啊！睇樓團。係啊！睇咩樓啊？喺廣州個係大型公寓項目，睇3樓。中山嘅智能停車位項目啊，許生。中山我買咗3棟啦，中山啲樓唔靚嘅。中山唔靚。係啊，你收租得幾百蚊、幾千蚊都回唔到本，有排回哦。咁投資，我哋係2500每月啊，保底中山嘅車位保底18萬8就一個，每個月保底租金2